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鍾永權阿權妹。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啊，大家有對啊，Q 的東西啊，老東西啊，會有一條情感無？我相信大家有看多多少少都會有頭擺可能阿爸、阿公、阿婆啊，佢就留下來嘅一條家己啊，亦係講乜嘅東西啊，老東西，係留下來做得來做紀念嘅。一條老東西啊，對人來講就會有一種情感嘅記憶到底度。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，一條舊東西有那條舊嘅記憶，韓國又會變做那條新嘅生命去到騙人嘅樹當個。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，謝謝大家來分享，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旭恆會古物雙學嘅齊思義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齊思義。今日當歡喜來到倆。哦，歡迎，來到福氣來咧節目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按照古物商行，真係古物商行係乜嘅意思啊？古物商行是買老東西啊。老東西，是安樣買老東西。來，善差時旭恆會，埃及個嘅名旭儀啊，還有愛布用嘅名慧慧。那恆呢？韓係愛蛇蚵嘅名韓。是愛善差嘅名，下起來做愛到品牌嘅名那樣。其實我前幾部嘅我就有啲後生人流行嘅沙權名錄啊，或者吹上啊，有看到條家嘅發文，家嘅發文當神奇哦，佢用法語寫講清明節簽名簽到瞎眼，對吧？你用時係用寫嘅，反正客家話按用版圖，大家再想一下，你再講出一下題目。清明節簽名簽到瞎掉。清明節簽名簽到瞎掉，也係法語哦。觀眾朋友睇下客家話聽眾同學，做嚟想一下客家話用版講。先請許六強公布答案。搶命來搶命，搶到搶命。搶命清明來搶命，搶到搶命。感覺我是有一留言。我真係當神奇，因為因為暗用要注意到，原來調解係客家人，係客族當客人，族當客人嘛，嗰時候分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佢可以一件古物商行哦，賣舊東西、老東西，當然賣舊東西、老東西，還是要佢本身就要有一種熱情，我對一啲東西都有熱愛，對吧？調解應該要凍好了都東西。從頭擺是凍好，頭擺是好嘞，因為我爸爸一走時長得來到老家具。我爸爸係師傅是錯嘞，係佢嘅師傅，上班係佢師傅。嗰時候頭擺就看到阿爸按用做一條東西，按自家咩對一條東西，一切都有興趣，一切都當中意。老東西用嚟療好好。用久後唔會壞睇。比如講，你寒舍時節有那條，你印象當中記得你有收藏嗰條老東西，係很珍藏的嘛？有按用嘅記憶嘛？比如講，我就想到我有一擺我媽媽拿出我加工嘅一個老賴達。老賴達。然後你就看到一個賴達是很漂亮東獎嘅，嗰種老東西我就咩冇保險啊，唔講我就留定嘅，我就說一想拿定就有一種穩土的感覺，對。像該記。你係咩拿來賣嘅啊？那個不求人啊，不求人來造用嘅，一係唔平常時啲嘢用嘅。真嘅。係啊，你看。小記一下。做嘅，你老做嘅做嘅。咩？新做嘅做嘅，用久會變老咧。所以你要寫為轉風。做個永久為轉風，所以你去凍漿咧啊，你寫凍漿啊。我印象當中，我以前冇看過會變風色嘅做嘅，順便找一下。韓國嘅咩？我說咩當地片，因為下嘅這個不求人，冇有按用嘅，像這樣子的有，你看這是當嘅嘛？這個螺絲。做吊人啊。吊人好。奉片啊，有一些咧上路啊呢，或者緊啊，咩都緊的呀。
揉東西是安用，對，皮殼就會很漂亮了。就會緊緊的，腦部就會緊緊，那就是你看揉東西就加個溫度。時常會銘記，會溶記，是容易銘記。嘿，古說像安樣個東西，你一路以來就當中醫，啊，唔過其實你們沒一開始就來做呀咋？沒做呀咋行業，其實你有去做過當多種無同樣嘅條路，比如講有做過哪條條路？百貨公司上班。啊，百貨公司很不一樣，懂冇用？懂冇用？買東西就是銷售員，櫃哥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在就是日系的品牌的賣一些，那時候是在家具部賣家具的。對對對，有去做過櫃哥。櫃哥，然後補習班老師。還有欣賞，那個生恆昌可以講嗎？啊，那就是免稅店。免稅店，對，免稅店。也是櫃哥，對，在台中機場，是在書店裡面。因為佢嘅安度素材過後，有決定講會轉來做一件事情。今年係該武漢肺炎啊，肺炎，工廠要搬遷，我就轉去天數。轉到烏卡天數爸爸。啊，爸爸其實實際上做嘅條路係乜嘅？其實長東西啊。就在長東西，長粗啊，木箱安樣嗎？木箱，哦，就係做木箱。可是以前唔係做木箱，以前係雕刻。哇，雕刻的，咁強誒，師傅誒，真嘅係師傅。對，真的。所以雕刻啊，木箱啊，長東西咩唔？因為一開始雕刻，後來雕刻比較少，所以因為開始那東西不可以長，一長了其實又興趣，其實。雕刻是變化了一次長東西。有看到人家爸爸嘅相片，真嘅有一種老師傅嘅感覺。剛剛爸爸。啊，點到空間度全部就會愛長嘅東西。哦，哇！有一盤係料兒啦。哦。一盤係等人會長嘅東西。哦，古時候一條 Q 嘅東西係哪來嘅？人家不卡中午有按到 Q 嘅東西啊。因為去做阿曼球咧。當然。有可能出爾賣嘅，其實部分愛到是英文，你看外啊，賣是愛讓伊賣，賣盡咗愛到做啲長好又做啲溶，愛做啲賣，做啲自家溶。其實我看到有看到咩？係看到人嘅社群係不定時我有變東西送去賣，也係講送人也得。哦，就係唔長高嘅。賣嘅東西是係長好咧，做啲溶，功能要完齊全，對，總得兩塊幾塊，全部長好咧，挑到尾，前面挑背，全部係長過，長好長做得賣，然後送嘅東西是係像有啲幾條毛嘅貝兒啊、盤啊，該貴重新鮮嘅啊，冇用過，條體大眾啊，那就收轉來，有機會應該是上網看，馬上容易多是。付運費還是送不一樣，不要浪費。真嘅呢，呀，大松嘅精神，習武的精神，就你講客家人安尼嘅，知道大家都應該要有安樣習武的精神。尤其頭擺東西，你公司才發頭擺東西，真嘅質料很好。對，料兒動好，其實動作是好好啊，僅僅是好好。所以看起來 QQ，該誰是強了呀？係啊，誰好是強是做得容的呀。開始寫好來，看馬莎需要開始上網，看到以外人來講開始什麼嘢樣。其實你係唔係沒有一種夫婦係比較講阿夫卡有 Q 嘅東西快鐵嘅，我做得拿去門，做得門，正門嗌到做得長模。哦，做得槍長。做得。因為我上到阿夫卡3樓啊，有一個咩阿婆留下來嘅，一個三廚啊，一個三廚嘅書誒，我印象當中係當層烏色嘅嗰種，啊，底部有尿嘅書誒嘅東西，係就咩做得，比如講像安陽嘅時條。哦，嗰時候有可能係唔數來長好賣，咩做得係大家有需求去老夫卡快睇嘅東西，簽呀就去長去修理安陽，都做得。哦，嗰時候安陽嘅一件店哦，
老 Q 的東西，老給當做親珍貴的東西，再個老給髒啊、修理啊，過後又變做新的，又做得繼續拿來用。希望呀，好的東西唔好打傷體，還個有一種保留 Q 時節嗰種時光留下來嘅分享嘅嗰種感覺。對，老條牌的書啊，做個電呢散出。時常有用到個 Hinoki 的。哦。啊 ，Hinoki 的料個凍好。係啊。你一下凍少 Hinoki 的。冇咧啊。冇咧。冇新的 Hinoki 的啦，全部係 Q 的，拿來做。較新的全部係個林務局的。都是漂流木耳，要用標的才有可以買。對，故說亞條東西啊，真係係親珍貴的老東西。上來亞條還有那條新生命咯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來再繼續同大家講哦。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總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哦，同大家來分享我知道係一個輕無簡單的一個工藝，因為佢要有技術，佢還要有些些的美感。因為你要老 Q 的東西長得好看又好用，這個原本便宜也係講同其他嘅消費者佢可能會老佢買轉去，這個本佢新的生命。韓國有啲東西都來自當無簡單來嘅有啲書誒，因為有啲書誒頭擺可能就會剛剛講嘅 Hinoki，Hinoki 就可能係動態頭嘅書誒。韓國嘅書誒也係就根本就冇誒，就動非常非常嘅珍貴。韓國頭家我特別同大家來分享成才不成才安樣嘅故事，好冇？那個成才，人家說人家不成才，就是你不能用。哦，你唔好用，你就會罵人家你不成才。不成才，對。那不成才實際上是說那個木頭不夠大顆哦，所以木頭不夠大，你就沒辦法切成可以使用的材料啊，你就冇辦法做來做蟾蜍。對，所以你常常說不成才，實際上就是說那棵樹不夠大顆，沒辦法切成可以製作家具或是東西或是屋梁什麼之類的。的大小，所以說你不成才就是你還不夠大，不能用。哦，也係頭擺才會按樣講，因為呀，它就是用合成板，三夾板，然後你夾起來又做得啊。如果說頭擺係意思係按的呀，就是你要書我有啦，抬頭這樣做拿來做也要加起，這樣係好嘅書誒。故說也條頭擺嘅加起都係也條好嘅書誒留下來嘅。抬扣嘅書這樣做在走家具，甚至要做房子。要做那個門梁、台口長做得用。嘿，嗰時候有啲東西，迄個到夜下還有看到，係真件係對人哋來講，看到佢就看真件像看到寶咁樣，要發亮，像我家老件拿轉來，老件髒啊，這樣子。不過其實有啲東西可能因為時間長久誒。可能保存係咩無見得按好，有啲人可能就冇按真下有啲東西，係講可能真件係變到攞背啊，係講就冇用嘅，可能從嘅煮咩有可能。我放在屋頂啊，溜檔用溜檔冇用，全部用頭講嘅溜檔。係，你有看到情形真件壞到凍壞啊，凍難長嘅冇？其實凍難長嘅是唔會長咧，真件就唔會長，做材料咧長其他嘅東西。做在長誒是硫化在長，有就是可能變個壞態，門壞態，剛開始長門長變個長腳，變個壞態應該是玩共用的薯條，差不多的年代，應該是應該總在長誒來玩上去。年代行可以差唔多，差唔多老誒。薯條係差唔多，薯條唔係差唔多，薯條係共用。共用哦。Hinoki 是用 Hinoki 去玩，種樹是用種樹，梧桐就用梧桐。咁難怪人家倉庫會動態，因為而家變動到材料都順風。清材料好難吶，因為清到共用誒，會花時間去清啦。
唔係深度藝術的花時間去清。韓國人就種東西，我哋頭家有一個理念，就是你會留佢當做自家的東西，按用種。唔係講人拜託種鴉片就種鴉片，因為規個會全部看清楚，規個就留佢種到好好，再個版本機。因為你那不愛種，我你講的種腳，其實我手度我是從頭到腳全部看一遍。毛背、當個底背、後背，是我全部係打開來看，變來變去，來看，腳該做咧長啊，該長好咧。可是該長咧，該是看到，你後背壞睇咧，該當個捋捋，冇當好來。該做咧長腳是擺你啊，可是你那轉移用球嘅意思，你後背有壞睇，該當個有壞睇。該是跪下。看到我是讓伊講，你做咧長，你會長麼？該會長，你會長麼？先讓佢溝通好。我會讓伊講講，你倆冇長，你那種一種可能用2年3年，強用會壞睇。開始貴時，強下長啊，係用。嗰種按用，也就做得延長佢嘅使用嘅期限，還做得用還較久多。除咗也得長可能壞睇嘅素材，也舊嘅東西，加有講到，因為使用嘅時間越來越久，可能佢嘅生物咪會有變化。也係講可能有啲人看唔順眼呀，笨蛋嘅生物啊，再來個切啊、噴噴啊，可能又有別嘅生物。像按用也就咪愛留佢長到像簡單嘅用嘅。係按用。你會講到，你原來有5、7個嘅，我嘛做得咁長。可是你是先看佢本來腦袋係嘛個 set， 你有加嘛個 set 上去。但是2層嘅 set 都該咧。你是看佢底部係嘛個 set， 毛部嘛個 set， 因為不是係先補底部。跟留佢掘開來看哦，看佢係第一層係嘛個 set。你是看佢後部可能冇好。有綠皮嘅素材。你看佢後部。比較沒有關係的地方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是以前先補該老的，該新的這樣補上去。韓國按來補連路，不過你的這家補新的什麼上去嘿？該是會看到，就會有一點點落差。啊，好細節哦。對啊，就會有一點點，你看你就會覺得那裡不過。像人家看到這個樣片，也係一個不用催除係冇？剛剛挑戰個影片係催促嘛吼，賬號是按用，賬號係按咧。剛剛有看到人家就啲嘅種嘅時間有較長嘅色，較長嘅色，加個笨蛋嘅色。因為以前嘅催促全部噴好霧色，用好久。以前上來漆還要保護木頭啦，隔絕水分、空氣跟蟲。對。因為現在大家家裡環境比較好，沒那麼濕。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把它原來的漆去掉，讓它薯條好看一點。像現在這個樣子，就是比較看得到木頭的紋理，還有顏色。現在大家比較喜歡這樣子的感覺。因為嗰時候也點到黑老弄不會給漆，老給拋掉、拋光、拋掉。我們用刮的，全部老給刮掉。對，都手工刮這樣子。我知道，看起來有一點點像日系的感覺呢，無印風的感覺。比較淺的顏色，比較不會看起來那麼重、那麼大。因為現在大家家裡比較小，我好細，你不用該初二樓帶set好霧。看起來是動態這樣。我說不卡沒有一點按用嘅催促就會無色嘞。對，所以用的那個顏色就會比較清爽一點。對，看起來就不會好重那種感覺。你看吃到像按用賬後真嘅就懂講。對啊，就是木頭其實就很漂亮啊，像這樣子木頭顏色就會很舒服。但是如果漆到像很溫暖的感覺。對，如果都漆到這樣黑黑，以前就是這樣很深的顏色，對，黑色、紅色，就會比較看起來很重。對，然後是可以保護木頭，但是就比較不符合現在家裡的大小跟陳列的那種感覺，還有讓它太感跟美感可能沒它重要。所以換成剛剛整理好那個顏色就會比較舒服。我知道有沒係一種真嘅係老創意同美感加落去，因為大家可能一開始唔會按嚟想，會老佢變成它淺嘅按用嘅所謂嘅生模。韓國按用嘅催促也係幾件冇看到誒。其實
唔會動手啦。哦，就是還漏東西啊。可是其實係 QQ 啦，皺皺，丟在角落摸，因為你唔可以啊，唔可以用件老東西，濕的東西唔可以放到地杯啊，頭擺嘅菜厝係翻菜會放到地度啊，一下唔可以用件放啊。你一下菜出好多是用樹。哦，用啲收藏品，用，所以一隻粗兒啦，冇一定不用菜不用盤啦。啊，唔過像按樣攞東西哦，我相信對大家都有無共樣嘅意義。對像頭家來講，自家吃到一條攞東西，對你來講，吃到輕吸引你，不然吃到輕着迷嘅素材係哪一片？老東西。是佢料兒好好，國內是佢係，因為手機現在 iPhone 是數位的嘛，以前的東西是類比，類比的東西可以修，因為 iPhone 現在叫你修不可能會修啊，我也不會修，換一支，對吧？但是以前的可以整理，它整理起來可以讓它是恢復它原本的功能性，也是比較簡單的功能。對，然後就是很直覺的是這樣子去使用它，我覺得比較貼近大家的生活。佢賬號過後還做的恢復佢本單嘅功能。不用太花俏，但是就是基本的功能，就像這個，看到就知道拿來抓癢。不求人。對。然後還有時推留下來嘅感覺，可能有時咧惡做做啊，啊唔過也做一條架，真件變到也嘅。攀工作，用來順條，等到順條，哪都一直在找。雖然呢，吼，那東西嘅本人中意嘅素材就會多樣。故說其實像按樣嘅老東西，愛講大家可能沒有興趣，做嚟關注一下呀，頭家嘅這個社群網站，佢差唔多當年都會有編一條愛賣嘅，也係講愛送嘅東西，有興趣真人做嚟去看看啦。還有當當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，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本 Q 東西新嘅什麼樣，再個拿來賣，知道按樣嘅真相東西嘅按樣嘅心情，還個按樣嘅技術，真係多麼簡單。啊，頭家人嘅師傅就係人爸爸，人爸爸，全部就係人爸爸教你嘅，從細就學嘅。冇，我以前。冇落去學，再來掙落去學。嗰個也按多年來掙學嘅。五年6年差唔多。愛學動刀呢？學動刀哦。大部分係木工。大部分。可是有啲東西係金屬的，也要學一下。阿爸爸全會。佢全會。佢動刀焊接起碼會一點點，精工。以前蠻有學過，雕刻幾麻煩。所以像爸爸應該就係講係講嘅職人呐，專業嘅熬人安尼。就喜歡接受挑戰。他。唔知道同佢學到爸爸要傳本清態嘅觀念係乜嘅，對你嘅影響？唔可以打傷。要珍惜擁有的東西。再來就是，施比受有福。做在本人他好多丟東西是本人他好多丟東西，讓佢長出啊，所以讓佢全部看到好來，長到好來，佢要長腳，其他廢體咧做在長，是讓佢長好來。做在用好好的料兒是用好好的料兒本佢，因為我就按到料兒啊。唔敢講啊，金標也爸爸嘅。相片加下啦，加個表嘅爸爸相片，跟住咁講嘢嘅爸爸講嘢等法。我相信嘅感覺就係將一個專業嘅老職人講出來嘅法嘅感覺。他就是我覺得很客家人的一個的長輩。我覺得他在工作這方面就是可以
多付出一點給客人，就是能多給就多給。因為客人都已經來找我們了，那就是把它做到完美，再多一點點這樣子。呀，嘿，你去噶輕堅持的事情，爸爸堅持傳本，你們知道你愛輕堅持，也要精神。因為佢愛用走在船頭前啊。哦，黑暗呢？那不過伊阿妹黑你嘅希望。佢愛用走，還是走在船頭前？走在船前。對。走在學不用老聲音呢。還有學愛爸爸，學愛媽媽。好可愛哦！真件希望做得呢，講真件做得要做自家的事情，要做得傳承爸爸嘅事業，還做得賺到錢，真件係挺好嘅事情。唔過我相信，是係講愛做條路啊，啲嘅做些事情，聽說就會有遇到困難，也係講冇歡喜嘅事情。啲呀創業嘅過程當中，有遇到嘛，梗係知道挫折啊，也係講知道心情唔好嘅事情。其實好多時跟客人溝通沒有那麼順暢哦，或是理念上有稍微一點點差距。比如講，可能他要這樣子，但是實際上我這樣做可能利潤或是可能不成正比。哦，但是這個東西就是交流，不是賺到就是學到，這也是師父講的。因為傳道是爸爸講的，因為傳道是學到，所以如果沒有賺到，那你至少學到，學到怎麼跟他應對，或是我之後怎麼樣做可以讓他更滿意，不然就是賺到，賺到就是賺到錢，或是賺到更多的經驗這樣子，所以比較多就是溝通不順暢，但是就是因為我是網絡上販售比較多。所以就是文字上溝通難免會有，就是落差。對，因為就是看的人，文字沒有感情，但是看的人會帶心情下去，所以就會有一些誤會。講清楚來就好了。就是，你不要去躲啊，躲了就會很麻煩，就直接去面對，就是可以把事情解決就好了。還係要去好好去面對，雖然有遇到冇歡喜嘅事情，不過要去面對佢，對低度。學到一條經驗，按樣嘅做法，不過有冇歡喜嘅事情，當然沒有歡喜嘅事情啊。像按樣挑東西，當然中醫嘅人真嘅就會當中醫，要做得來，然後佢長起來，佢聽從拿到會非常非常嘅歡喜。有一條人他有本人嘅回饋，有一條意見分享，本人印象當成嘅冇。其實動作粗啊，做個拿來講是係該。老條擺誰小時候用的桌子，小時候用的書桌，對，可能佢當來講好翻佢說我以前是臭倆食盤，臭倆寫作業，臭倆老阿婆講話用班嘢，佢那種形容佢說想到我以前老阿婆用班啊，老爸爸用班，就會有這些以前的回憶跟故事，就可以就是有真的東西可以延續那些以前的記憶，而且談講沒有呀，外國的人他拿東西本長，也係共同買專業嘛。讓佢賣一家菜廚，佢來台灣做，是一個外國人賣菜廚。對，哈，那佢看你說係，也是網絡上看到，他買了一個菜廚，他來台灣工作，他來台灣做事。然後賣一隻菜廚，去大台北是賣專業用，去年專業澳洲，不是澳客，而是真的是澳洲的澳洲來的人，澳洲的人，對，澳洲的客人，他後來去年專業澳洲，其實全部go海運回去。嘅菜廚要幾大啲冇？一隻菜廚，一隻蛇廚啊，還有一堆小小的東西，就全部一起。全部載進去澳洲。一般來講，係個愛好嘅，愛到外國，愛啲國外用到一類愛當非常非常中意嘅家具，就算愛用嘅一兩年，愛咩唔可以留佢帶轉去。帶轉去用。
迄因為啊東西迄 Q 的，佮迄油加出來。迄講根本伊迄腦部去一般的家具店買新的家具，其實都唔會安尼。你二手賣啊，最好的就是二手賣嘛。啊，唔好的就講就可能就不用到押，就送本房東沒有可能。就是該係佢賣該種該講係，我記得係希諾基的出二才出。哇！還有該寫出二嘛希諾基的。就真嘅，你要載個老幾帶進去，而且你還有底下的手信呢。係啊，佢轉去又傳照片讓他看。哇！哎呦，因為就有一種話，你嘅做嘅東西真嘅有本人真嘅當真下去，有老幾帶進去嘅感覺。所以講你講東西要全部看過，講到真緊做得，就算是溜幾個容，嘛做得該狀況，你講做得買本人。因為咩啊，倆出咩啊，該快，咁樣做的。我帳全部帳號帳做的用的較夠多。要功能要完整。對，除咗這帳東西以外，其實你們有固定啊，當年會出自家做的像哎呀，年曆。當年會寫啦。你自家寫的啊？你當年都會出？當年會出。你還記年的呀？哦，該年曆是用老鋼筆去寫，還要老鋼筆寫，一般別種唔得。老鋼筆，反正就是老家具嘛。對，收到的老鋼筆。韓國呀，你繼續講。老鋼筆寫的字都是全部都手寫了，就是每一張都是寫的。啊。就一年12個月就寫12張。賣30分就要寫30乘以12，數學很爛。很多張。然後板子就是像這個就是這是松木的板子。松木的。對。然後這個是窗戶的舊料。窗戶的舊料，然後我就是弄磁鐵這樣子。對，沒關係，我想要看一下表哎，因為表哎你看。啊，這個是抽屜。舊的抽屜，啊，抽屜已經壞掉了，旁邊壞掉了，啊，這個就拆下來用。啊，這個就是後來我就粘磁鐵，這樣子我就可以把紙可以這樣子。哦，好可愛哦！哦，要懂得一下。一般來講，像按用的表呀，可能像我有去露營嘛，那個露營區老闆就會給我說，冬天要不要燒柴？燒火。因為很多料子其實就是切下，因為。師傅就是很珍惜這些東西，就覺得說，哎，這拿去燒火很可惜，就留在旁邊。真的。後來我就想到，哎，這個可以拿來做這樣子，因為它剛好切下來就是這個形狀。哦。是這樣的形狀。對。所以你要把年曆要換的時候，對，拿下來，這樣就會比較好拿。哦，等後拿，它有個角度。它有個角度，如果你洗縫是 Q 米了呀，你愛用。是走在愛用那裡的，很好哎，是好奉品啊。然後給利用，我說要當年都會出，當年都會出年曆。然後韓國人自家還有做的黑呀皮做的，對，那個是舊的沙發皮，這樣也可以。因為我喜歡用鋼筆寫字啊，那個帶在身上，我就想說做個皮套好了，很好哎，做了皮套。當站就是也沒有啲嘅賣。該冇賣啦，該自己。哦，也冇賣哦，自家做神奇嘅啊，有賣嘅係年曆。年曆有賣。看條價盲年，我下幾多種哈。啊，今年啊，一個小小的單元哦，來問一題就好誒。迄個你做得5000拿到一個 Q 東西，你希望拿到嘛該？5000拿到嘅 Q 東西。好難哦。鋼筆吧。鋼筆哦。漂白的筆，哦，老筆有一支鋼筆我很想要，但是已經絕版，對，買不到，因為我太晚加入開始這個興趣，喜歡這個鋼筆了，所以那個鋼筆買不到。好啦，希望有一年啊，你請 Q 東西的時間，數到一個 Q3出，第路請到一個 Q 鋼筆，有可能，有機會。好，今日上網調價嚟到節目當中打嘴鼓，謝謝。咩上網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節目哦。休息一下，聽聽欣賞嚟做運動。